高雄有几类景点伫开放了后出现袂少游客，不过也有民众讲，因唔敢伫咧假日时出去行搭。高雄市政府为着避免景点人伤过济，就设一个旅游人流警示系统。若准景点出现红灯，民众上好是莫去人客人。 随望是平常日，高雄福利外海边遮已经会当看到老爸带囡仔，也是厝内人做伙出来行行的。防疫降级，户外景点拢开放啊，不过要求民众淡薄仔行行。避开一下人潮，然后挑这个时间来，然后看一下海啊，真的是闷太久了。因为没有到整个清零啊，还是觉得有点危险这样。 要求有人唔敢假日出游，不过这日靠顶礼拜解封前的休困日，游客已经有3成。它上周的游客量已经明显提升，大约3成。那预期本周的周末大概希望可以恢复到以往的5成。游客豆豆回流，业者有期待，嘛爱做好防疫准备。 餐厅内底有隔板甲梅花座，就是惊降级了后，民众做伙出游人客人。高雄市观光局甲电信业者合作，伫埔里、爱河、基丁等等7个户外景点建立人流警示灯系统。那如果它亮的是一个红灯的话，那表示说它现在的容留人数呢已经即将过量，那我们现场就会进行管制。所以我们会建议民众在接下来的假日要出游的话呢，可以查询这个系统。 民众透过网络也是手机就会当看到7个景点的灯号，当作出游的参考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